喺日本差唔多用成萬蚊去坐監，仲要啲人排隊爭住去。呢度係最新開幕嘅熊夕諾亞奈良監獄。呢座擁有超過100年歷史嘅國家重要文化財產，以前係用嚟關押犯人嘅明治5大監獄之一。日本星野集團用咗整整幾年嘅時間，變咗有48間嘅頂級奢華套房酒店。你住嘅酒店房間可能係由10個獨居嘅牢房打通而成。星野集團保留咗經典嘅紅磚外牆同當年一目了然嘅放射結構，但係內部就重新打通，將原本獨居嘅牢房巧妙變咗全館只有48間嘅頂級奢華套房。房入邊依然摸到3.5米高嘅歷史拱磚，但係迎面而來嘅就係星野集團最頂級嘅浴缸同埋床鋪。最驚喜嘅係當年看守犯人嘅中央監視塔，而家變咗你可以一邊飲特製嘅日本茶，一邊聽音樂嘅休閒空間。喺呢個曾經最不自由嘅地方，你反而可以享受到最純粹嘅寧靜。至於大家最關心嘅價錢，每晚大約係147000 yen 起，折合港幣7000幾。下次去關西，想唔想體驗一次全日本最優雅嘅監獄旅行？